歡迎咁多位朋友。呢一集嘅蛋話呢，我哋好高興請咗兩位係重量級嘅中國問題嘅專家，同埋我哋都好尊敬嘅爭取民運嘅朋友。咁就係程翔先生同埋夫子劉銳紹先生。咁就最近嗰個六四嘅晚會都完結咗啦，大家都知道。咁但係今年嘅六四呢，其實都係好有爭議性嘅。一方面我哋見得到就係好多本土派嘅年輕嘅朋友行咗出嚟，亦都有一啲係大學嘅學生會呢，都係用另外一個方法係有別於呢20幾年支聯會嗰個喺維園嘅集會呢，用一個新嘅方法。呢個係一個我哋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同埋一個新嘅一個現象嘅。咁我就想問兩位呢，就係第一，而家我哋面對呢一種新嘅一個力量，一個新嘅觀點，我哋嘅睇法係點呢？同埋第二就係究竟中央睇到呢一種現象，佢會唔會覺得好開心呢？而家好啦，即係支聯會都俾人哋即係好似要拆佢招牌啊，要搞佢咁樣。咁因為佢更加有啲擔心啦，因為而家發覺唔係我本土喎，最近本土出過嗰張橫額呢，就係我不是中國人，即係任何同香港以外嘅嘢呢，佢都冇興趣，亦都唔同關心嘅咁。咁或者我先請程翔答呢個問題。首先點樣睇呢個紀念六四嗰個活動出現一啲分歧啦？我覺得呢，即係話大家本土派嘅朋友呢，應該睇到就係話喺年青人個成長過程之中呢，六四嘅燭光晚會呢，肯定係喺佢哋成長過程之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嘅啟蒙角色。即係話呢，而家走出嚟主張呢個本土主義嘅朋友呢，喺佢哋嘅成長過程之中呢，一定係深深打落咗六四燭光晚會嘅烙印。所以咧變咗我就覺得呢，其實呢，佢哋諗深一層呢，都會覺得自己嘅成長亦都係有賴呢個六四呢個悼念活動。25年嚟香港人鍥而不捨嘅活動呢，一定對年青人係產生好大嘅影響。呢個第一要去睇到啦。第二呢，就係話，儘管嗰個悼念嘅方式係可以有變化，或者後生仔用一啲更適合佢哋嘅形式嚟悼念，但係無論如何，悼念嗰個目標、個目的都係應該係一致嘅，就係話爭取民主、爭取自由，向呢個強權嘅專制政權係抗爭。希望呢啲主張本土主義嘅朋友亦都睇到呢，就係話經過過去26年嚟，香港有數以萬計嘅人係每一年不約而同咁樣嚟到維園嚟悼念呢個六四。呢個已經係不知不覺之中呢，將香港建設成為中國嘅良心。點為之話建設成為中國良心呢？你睇到而家全中國咁大地方，就只有香港一地能夠係自由地悼念六四。整下呢，內地嘅朋友都已經睇到，就係話，凡係喺內地唔能夠講嘅説話，可以到香港講；凡係內地有不平明嘅，可以通過香港嚟明。你睇下李旺陽事件，大陸一隻字都唔敢提，但係佢嘅事件就喺香港係得到大家嘅關注，係嘛？咁所以呢，即係話我哋喺25年嚟，透過群眾呢個自覺嘅每年嗰一日走去維園舉起呢個蠟燭，一啲咁卑微嘅行為，
匯集成一股力量呢，將香港建設成為中國嘅良心。嗱，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彌足珍貴嘅一種品牌，或者一種價值，或者一種即係特質，可以咁講，係嘛？即係話呢，即係話我哋香港人係能夠係呢個鍥而不捨咁樣去追求一啲真理，追求一啲真相。難道呢啲唔係我哋香港人值得好自豪嘅地方咩？咁正係咁樣，所以主張本土主義嘅朋友呢，其實應該高舉香港呢種特質，係嘛？因為呢種咁嘅特質呢，就正係將我哋同大陸好多人佢哋喺強權嘅制度下唔能夠做嘅嘢，係區分出嚟啊嘛，係嘛？咁所以呢，呢既然成為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品牌嘅時候呢，咁本土主義嘅朋友呢，應該係高舉我哋呢種品牌，呢種係我哋嗰制度嘅軟實力，係嘛？所以咧就唔應該去即係話因為認為個方式太過老餅啦即係所以咧就係我哋就唔去悼念6·4啦咁樣樣。咁當然個悼念嘅方式乃至支聯會嘅口號綱領，好多地方有冇啲地方值得係即係隨住呢個時代嘅改變，隨住新一代嘅成長呢而有所去調整呢？我覺得呢個完全可以考慮。但係悼念嗰個本質，悼念嗰個成效將香港推動成為一個中國嘅良心，呢種咁嘅成效呢，都係值得所有香港人，無論你係本土派也好，非本土派也好呢，都可以好好去珍惜嘅。至於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中央點睇？中央呢，我覺得佢擔心呢個本土主義嘅出現，多過話佢開心見到支聯會嘅呢個被削弱、被分化。因為點解呢？即係對於支聯會嚟講呢，佢已經習慣咗係藉住支聯會每年嘅悼念6·4呢，嚟彰顯佢一國兩制嘅成功嘛。其實都喺海外都係用咁嘅宣傳啦，即係話香港回歸之後呢，仍然保留佢嘅呢個特色啊。即係你睇佢仲年年允許佢喺度悼念6·4。即係開始嘅時候，中共係好唔中意，特別係李鵬年代，因為呢個李鵬係呢個6·4嘅劊子手啊嘛。佢好唔中意嘅，但係隨住李鵬落台之後呢，即係其實中共已經慢慢習慣咗香港係呢種嘅悼念方式，佢亦都已經係唔係太介意，因為我哋係老實講，我哋嘅方式係和理非非啊嘛，咁佢根本亦都唔會覺得係即係對佢有太大嘅危害。但係當香港出現呢個分離主義嘅時候呢，咁佢就擔心啦。因為呢，佢搞唔好落去呢，佢分分鐘呢，香港會變成即係西藏之後呢，變成一個係令佢好頭痛嘅問題。所以從北京嘅角度嚟講呢，佢面對而家咁嘅局面呢，佢擔心呢個本土主義嘅興起，多過話擔心支聯會被呢個即係呢個出現分歧嘅。多謝晒。咁跟住夫子都可唔可以答呢兩個問題？嗱，先嘗試解答第一個問題先，即係話而家出現咗啲本土嘅思潮等等，點睇呢？咁樣？我哋有3個角度去睇嘅。第一樣嘢，我睇到有啲朋友話呢一個分支咗出去，甚至上用分裂嘅字眼我睇唔單止呢一次。唔單止係即係中國自己本身歷史上邊好多嘅整合法，我仲睇埋好多世界上面民主運動嗰個發展。我會將而家呢個本土主義有抬頭嘅趨勢咧，
我會睇成好似係一個歷史長河不斷向前，然之後前面碰到有個沙洲喎，係嘛？即係等於好似湘江經過湖南嗰度，有個骨子洲頭，嗰兩條即係個江就分開咗，但係到最後呢，係會殊途同歸嘅。嗱，我咁睇呢，唔係話我單單良好願望，而係話我睇到，譬如好似話今年參加港大嗰個悼念6·4嘅活動，好多人接受訪問也好，我事後揾翻佢哋傾也好，佢哋就話：我今年我嘗試下睇下，因為有部分即係知識界嘅朋友，佢覺得，喂，我參加港大嗰個呢，我唔係單單一個即係寄託咗個哀思，而係話大家係辯論嘅喎，以至係討論問題，啟發我啲思考嘅。有一啲人參加完之後覺得，咦，呢種模式幾好喎。有啲人覺得參加完之後呢，又覺得，咦，我出年都係翻支聯會啦，嗰個活動啦咁樣，係咪啊？咁我哋再睇尖沙咀嗰度都有另外一個悼念活動啦。咁當然嗰個人數就更少啦。我唔評價究竟係唔係好定壞呢咁樣。我正因為睇到而家有一啲咁樣嘅現象出現咗，我哋真係睇成一個階段，睇成一個過程，睇成一個趨勢，但係我唔會將佢睇成一個終結或者一個終極狀態，係嘛？咁樣呢，你就用身體語言、用實際行動、用你嘅身體力行去驗證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創造多元。如果唔係，我哋一睇見，馬上係去訓斥等等，喂，同官方嘅態度差唔多嘅啫喎。咁所以第一個呢，我係以一個兼容，但係我寫文章都係講好清楚㗎啦。我悼念6·4也好，對好多中國民主問題也好啦，我都係慣咗呢，係希望從一而終，我就唔想分拆上市嘅。咁當然。一樣有好多其他分拆上市，咪大家選擇咯。所以第一點，我會將佢睇成一個殊途同歸，係一個歷史長河喺沙洲上面分流。之外呢，我覺得既然係咁嘅時候呢，有唔同意見嘛，只要大家唔係互相指責謾罵，如果係有啲意見提咗出嚟之後呢，不妨可以思考。其實我好多年前我都同支聯會個朋友講過。悼念6·4嗰個精神、嗰個質喺度，個方式呢係可以多樣化，甚至上唔係6·4紀念活動期間，平時所講建設民主中國，喂，你都可以有其他嘅活動，唔一定喺6·4嗰段時候搞嘅喎，係嘛？咁而家大家話6·4嘅紀念活動好單一化，或者即係公式化，其實好幾年前我有嘗試大家傾開偈，我就話係咪可以喺6·4嘅燭光晚會裏邊有一啲譬如話6·4嘅短劇呢？或者係涉及到而家中國一啲民主運動裏邊動態嘅，你以短劇形式出現呢？係嘛？嗱，我又冇話我咁樣講係一定係啱嘅，但係提出一啲嘢嘛，甚至上。譬如好似話喺民運歷史上邊，以至世界民主運動裏邊有冇嘅典型人物嗰啲介紹呢？係嘛？咁你呢啲呢，都係同民運同6·4有關㗎，係嘛？咁所以呢啲都係供大家個一個思考，係嘛？咁第三樣嘢呢，我就講始終都係一個堅持。呢個堅持既有你理念上嘅堅持。你有行動上面嘅堅持，而呢一個堅持呢，有好多時候我正話都講過，係同好多青年人啊，你要講到好多佢身邊好貼身嘅嘢，然之後佢先至感覺得到點解佢要關注，佢先會堅持落去關注。咁所以我好多時候我用動態嘅材料同佢哋交往嘅。我舉一個好貼身嘅例。就係啱啱喺長江嘅沉船啊！嗱，雖然話喂長江沉船關我哋咩事啊？好多年青人咁講，於是割裂啦。呢個係大陸嘅問題，同我無關。我好簡單同佢問一個假設嘅問題：喂，
如果沉船裏邊死難者裏邊有香港人，有你嘅親人，又如何呢？係嘛？大家你可以睇而家官方嗰個處理咧，唔單止文過飾非啊！官方嗰個宣傳就係話：你睇我哋而家救災幾迅速啊，係嘛？我哋而家救災係比呢個溫州動車相撞嘅時候幾進步，即係進步咗好多。跟住佢哋仲話啊，睇見香港，睇見境外，睇見外國啲傳媒嗰種報導，就話人哋啊，你只係攞啲悲情，你只係攞啲即係落後嘅嘢去激化嗰個民情，喺死難者同埋家屬個傷口上面撒鹽。嗱，咁我話喂，如果你係好割裂去睇咧，你就睇唔到同你哋同年青人香港人有啲咩關係？我就話，如果你舉咗個例，即係死難者裏邊有香港人，有你嘅親人，你嘅感覺就唔同㗎咯喎。咁而今次而家身份都冇辦法證實晒，400人有冇香港人都唔知㗎喎，係嘛？咁當然暫時未見有啦。咁但係你從當局去處理嗰個採訪過程，你已經感覺得到一定同香港有關。好簡單，香港記者上到採訪，趕嘅趕嚇，國內嘅記者去到現場，俾中央宣傳部落個 order，嗌佢哋個報館全部將佢哋召喚翻嚟。有啲記者報導咗真實嘅情況，結果俾公安捉去問點解你要咁做啊？而外國記者呢，可能大家係年青人冇關注。外國記者今次嘈完咗之後呢，中國官方派架船載佢哋去個比較近嘅地方採訪嘅喎，香港記者都冇喎。點解中國嘅對外？我正話講，佢有時咧係會因應佢嘅利害關係，佢會做下呢啲識水。但係對內咧，佢可以蠻橫無理嘅喎。點解啊？你係咪割裂？你就呢一類咁樣嘅橫橫無理，唔會喺你身上發生啊？嗱，要有好多呢一類咁嘅例子，同啲年青人即係接觸嘅時候咧，即係讓佢哋感覺得到，佢哋嗰個嘅即係諗法咧。係年青人嗰個基因裏邊啊，係好容易有嘅。譬如好似話一啲叛逆嘅基因，或者一啲即係好個人化嘅基因。但係隨住佢哋嘅成熟，我睇過好多代青年人，我哋自己都做過青年，我會感覺得到佢呢啲基因咧係會變嘅，佢哋仍然會成長嘅。咁跟住用更加多嘅實例咧去同佢哋講，咁就會更加容易拉近佢哋啦。至於第二個問題，國內點睇而家本土嗰個形勢、嗰個趨勢嘅出現呢？咁樣，咁當然由呢個反對佢哋嘅力量，譬如好似話喺六四問題上面，支聯會而家嘅活動係即係分散咗啦。從國內嘅角度呢，佢會覺得本來係一個癌細胞，咁而家個癌細胞呢，係轉化咗喎，一個癌細胞變咗好多個癌細胞喎。從佢呢個角度嚟講呢，佢係擔心嘅。不過我成日講，大家要睇透國內佢點樣去處理一個咁樣嘅政治問題，實際上政治問題嚟㗎嘛。佢點處理呢？佢對六四，佢可以作為一個化妝，即係話香港仍然一國兩制好有民主。正話程上都講過啦，咁佢對本土嘅嚟講呢，老實講，我覺得佢而家除咗話係擔心之外，佢仲有一樣嘢，我諗大家要睇透嘅，就係話佢會利用本土，佢會利用啊！大家咧喺香港生活咁耐，每日喺香港，大家我諗問心一句，你經過好多嘅調查等等。大家都唔感覺得到呢個本土主義呢種意識會對香港社會造成咩嘅動盪嘅喎？唔會嘅喎，甚至上會唔會造成港獨啊？大家感覺唔到呢個可能性，最低係到眼前短期裏邊唔會出現，係嘛？
你睇民意調查也好，你話喺選舉裏邊一啲激進人士所攞到嘅票數咁多年啦，基本上係停留喺某個層次嘅啫喎。嗱，呢個就係主流啦。但係大陸點睇香港嘅啲本土主義嘅上升呢？佢有啲人，我諗亦都係唔少人，包括香港裏邊有一啲即係官員也好，點都好建制人士也好，佢會感覺得到佢係擔心，但係佢同時係想辦法去利用本土力量嘅喎因為佢有一個靶喺度啦嘛，佢只要將呢個靶包裝到好得人驚，又會發生或發展到點，佢就攞住一個靶，然之後去打。譬如好似話一啲嘅本土意識嘅言論，馬上打成港獨。大家睇下《環球時報》，佢喺有幾多個？應該5個人衝入軍營之後，個新聞放咗上網，大家去 click 入去睇，24,000人去 click 入去睇，結果官方最單到《環球時報》啦，佢點演繹呢？佢演繹成為24,000人支持港獨，係嘛？喂 click 入去睇喎，可能係貪得意，或者呢個新聞幾吸引。睇完之後佢自己本身點諗呢？冇統計嘅喎，冇調查嘅喎，但係佢馬上上綱上線。咁跟住官方包括香港官員梁振英，馬上就將佢上升咗一個靶去打，跟住就話外國勢力等等。其實中國係咪真係咁害怕外國勢力呢？以而家嗰個國際格局、外交戰略，即係大家嘅力量平衡，我覺得北京真係唔怕外國勢力嘅喎，佢只係怕外國嘅軟實力比較走得快一啲嘅民主自由發展、人權法治觀念。佢好驚呢一種同中國人自發嘅民主訴求結合起嚟。我強調中國人呢一個民主訴求自發嘅，唔係外國刺激起嘅。但係佢正因為驚嘛，即係北京官方佢驚，佢先至將夾硬兩樣嘢攬埋一齊嘛。咁所以佢更加會利用本土呢一類咁樣嘅行為。所以我覺得大家點解要提高民智唔好俾佢利用。如果你話睇翻未來香港，梁振英也好點都好啦佢又會將佢攞為一個靶，因為點解中國歷代尤其是共產黨執政之後佢要轉移內部嗰個權力鬥爭內部嗰個不穩定佢就要喺對外創造一個敵人㗎啦咁所以如果越係咁嘅時候，以未來特首嘅選舉，你話嗰個形勢越嚟越緊張，被港獨唔係港獨，係被港獨嗰個形勢係越嚟越強化嘅時候，你話對一啲好左嘅即係嘅候選人佢會唔會越有呢一類嘅情況出現？佢跟住就顯示佢嗰種忠誠政治忠誠，我就要搏，然之後增加佢自己嘅政治本錢，再增加北京去對佢嘅信任。呢啲嘢我實搏㗎咁樣。老實講，中間夾有好多私利本土派嘅人士要諗下，唔好被人利用咁所以即係回應正話嗰兩個問題，我就希望能夠即係提高大家對於一啲實際問題要從深度去思考，唔好單單浮光掠影好，咁多謝兩位。其實最主要都係講就係我哋而家要面對一個係真正嘅問題，而事實上點樣我哋可以令呢個機會好似我哋彈網都咁講就係我哋希望呢一啲唔同嘅睇法會慢慢係變成一個力量去理解多啲我哋背後嘅一個深層啲影響我哋香港政局嘅北京政府，或者我哋點解要爭取喺無論香港同埋國內嘅民主，換一個